各位馬迷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歡迎嚟到重錘灣賽馬攻略頻道，我哋嘅節目主持重錘灣。2026年1月11日星期日，沙田會上演11場嘅草地賽事，草地會採用C+3跑道嘅。今期踏第36期嘅賽事，注意翻頭場開跑時間係下午12點30分。咁我呢條片呢，就係第3條片嘅咯，就係分別呢，我就會分析第6場啦4班草地1800米嘅賽事。咁喺講馬之前啦，亦都咧賣少少嘅廣告啦小弟咧經已成立咗咧免費嘅 WhatsApp 群組重錘灣賽馬攻略嘅 WhatsApp 群組係免費嘅，唔需要交任何會費咁9610675096106750只需要留低你嘅稱呼，只需要留低你嘅稱呼 WhatsApp 我就會放你入群噶啦。裏邊會有我嘅數據表以及個賽前分析，咁係全部都免費嘅。如果覺得我講得好嘅，或者我啲數據表啲 tips 幫到手，幫到大家贏錢嘅，不妨打賞下小弟可以 PayMe、支付寶、微信支付以及轉數快俾我無任歡迎，衷心感激大家嘅支持。轉數快電話係6254835862548358，我姓梁嘅，衷心感激大家。即將跑馬第6場4班草地1800米嘅賽事，出馬14匹嘅。預計呢場馬呢，放頭會有9號嘅耀昌盛世，上次呢，就慢放爆大冷得手啦，今次我相信呢，唔會再俾佢慢放噶啦，會有7號嘅彭越同佢鬥放啦，同埋11號嘅歡樂老窩都會跟前守好位嘅，以及14號嘅駕勢奇葩呢，我相信呢，都會有快少少噶。呢場馬應該係有正常嘅步速，唔會太慢噶，因為上次呢，耀昌盛世咧2000米都放到咧，憑住一個慢步速咧，俾佢偷襲成功嘅啫。今次咧，相信咧就算冇快步速咧，都會有中段變奏嘅，唔會咁簡單咧，俾耀昌盛世再一次得手噶啦。咁我揀一匹咧，既然有步速咧，搏啲後上馬有爆炸力嘅馬匹，4號同益線。睇呢個表啦1分47秒25全場第4快嘅完成時間，22秒83全場第3快嘅末段時間，即係話佢喺1800米嘅途程呢就夠快嘅，而且又有爆炸力。呢匹馬3歲仔嘅啫，其實3歲10個月嘅愛爾蘭馬開始成熟啦，已經有連續2場嘅走勢，同埋呢場馬呢，預計呢最知嘅飛數會落喺5號嘅中國心、2號嘅勁進良區以及咧10號嘅風火行雲身上嘅，呢3匹馬會孭晒成個彩池㗎，同埋咧6號嘅包裝旋風咧守住咗1檔都會咧有飛數。不過呢匹馬咧今次就唔係金城光跑喎，係班德禮跑喎，唔係呢個麥文堅跑喎，咁係班德禮跑嘅。咁麥文堅呢，呢個愛爾蘭嘅好手咧轉咗去咧跑隻4號嘅同益線，咁咧我自然咧就睇高同益線多少少啦。呢匹咧4號嘅同益線嚟自咧尤達榮馬房配上麥文堅嘅130磅12檔帶住個面箍嘅，今次會有個磅利啦，4歲嘅愛爾蘭自購馬嚟㗎，今次會重返21磅，大隻咗。經過咧上場跑完之後咧，足咧休息咗57日，養肥咗、養壯咗㗎。呢個路程咧，其實咧都跑過2次嘅，都幾近㗎。一次咧跑第7，輸4個馬位；一次咧跑第4，輸3個零馬位。所贏嘅對手咧都唔曳嘅喎。麥文堅咧愛爾蘭嘅騎師啦，咁樣跑中長途咧會好少少嘅呢啲英愛練馬師，呢啲英愛騎師。咁另外啦長途咧嗰啲英愛練馬師及英愛嘅騎師咧特別醒神㗎，相對咧澳紐咧就咧技勝一籌添㗎。咁麥文堅同尤達榮都有合作嘅，今季合作1隻就輸咗嘅。不過麥文堅咧咁其實咧都係咧好新嘅騎師嘅啫。咁呢隻馬咧有長力㗎，都氣袋嚟㗎。父系咧咁就嚟自啦英國㗎啦，咁都係咧跑啲啦中距離嘅賽事啦，亦都咧媽媽嗰邊咧有啲子咧可以跑到上2000都得嘅。咁但係呢匹馬咧，以我所見咧，泥地性能咧就唔出色，係獨彈草地嘅。雖然媽媽有美國血統，但係咧試習上面咧泥地係咧掩人耳目，做得唔好嘅喎。佢嘅賽績咧睇翻上季尾啦，
764場次，初次跑1800米，當其時咧61分，配住湯普森啊，咁就留喺後邊，追前甚多嘅喎。末段23秒42，全場第4快嘅末段時間，1分47秒65啊，咁亦都係快過標準時間㗎，證明咧呢隻馬咧喺當其時喺3班咧都夠砌喎。輸俾嘅對手好強㗎，春風萬里啊、君子傳承啊、天象龍駒啊，呢啲咧都係好堅嘅對手啦。佢贏咩馬？贏奔放喎，贏勁大威馬，贏包裝旋風，贏安可喎，呢隻隻都勁㗎。咁佢初次跑1800有咁嘅成績咧，算唔曳㗎啦，輸4個零馬位，唔好忘記佢遇上一個快步速，佢係賺咗嘅，不過咧蝕咗個內碟形勢啊，翻嚟嘅喺200至100米處咧未能望空啊，喺全程只係打3邊嘅情況之下咧仲要係反手邊咧追得近，我覺得已經係合格有餘啦。睇睇你點跑啦，好新淨㗎，嗰陣時係3歲中㗎嘞喎，7號仔咁跑第7啊，12號仔咁排住10檔嘅紫色衫㗎，睇睇點跑啊，當普新跑嘅10檔紫色衫，一出閘唔算太快㗎，咁前面咧有啲安可喺度放頭啦，艾利奧啦，埋欄咧有啲係叫做奔放喎喺度放頭㗎，大外檔嗰啲發財先鋒，而家留到包尾位置紫色衫咧12號仔就係咧同益線啦，佢都係留前鬥後咧，隔離嗰隻黑桃火箭嚟㗎，前面放頭發財先鋒咧拍住嗰隻咧就奔放啊，第3位安可啦，之後有啲艾利奧啊、包裝名區啊，咁大外檔咧粉紅色眼罩嗰隻係天象龍駒啦，粉紅色衫8號仔咧就係春風萬里，之後有隻99為尊啊，而家尾二位置同益線啊，包尾就係咧黑桃火箭啊，咁頭馬到尾馬大概咧10個馬位到啦，呢度咧個步速咧都放得幾快㗎，頭段咧呢度咧就係去到22秒32啊，都幾急㗎，嗰隻奔放咧且戰且走啊！第2位咧就係發財先鋒啊，第3位艾利奧啦，出面上到嚟啦就係天象龍駒喺中段發力喎，咁第5位安可，第6位係包裝名區啦，之後咧有啲咧春風萬里啊，埋欄嗰啲99為尊啊，君子傳承啊，勁大威猛啊，包裝旋風，尾二咧就係同益線啊，握實條欄㗎，走住不利地啊，咁包尾嗰隻咧就係黑桃火箭嚟㗎，咁後馬到尾馬大概6個馬位喎，呢度收窄咗㗎啦，呢度咧同益線咧尾二位置咧守住內欄不利地啊，喺裏面衝㗎，根本就塞晒車㗎，前面方頭奔放開始立立地有喎，上嚟挑戰咧就發財先鋒，中間咧就係天象龍駒，大外檔咧就春風萬里啊，同埋君子傳承，呢度咧同益線守住裏邊啦，捐到個窿度啊！人哋咧開始慢車嗰啲奔放啊、發財先鋒啊，就打唔開俾佢啊！隔離嗰隻咧黑桃火箭壓住佢嚟跑啦，咁率先出頭嗰隻咧就係春風萬里鬥嗰隻咧就係君子傳承啊！咁第3就係天象龍駒，第4咧就99為尊，裏邊咧就有隻咧同益線咧喺度捐下喎咁黃帽就係紫色衫嗰隻咧，中間隔離黑桃火箭咧就係同益線啦，直路上面只係打咗翻3邊嘅反手邊，經已咧可以咧追得近，我覺得已經算好嘅合格㗎啦。唔好忘記啊，佢留到包尾遇上不利地末段打唔開之下咧，仍然衝過第7名咧，已經不過不失㗎啦。3班嚟講都幾有競爭力喎。嗱，佢同隻發財先鋒同唔到㗎。贏隻奔放，贏隻勁大威猛喎，咁呢啲實力咧唔係冇花冇假噶嘛，喺3班咧都企得穩嘅，喺4班就超地啦。同埋呢匹馬咧近績就冇乜嘅，應該有啲賠率㗎。咁自從上季之後咧就跑唔到咧，就喺今季喺56分起步。初出就跑1800㗎啦，咁配上金城江，當其時金城江仲未開齋㗎，咁106場次啦，咁輸俾咧隻精算特殊啊，同埋咧風起雲湧嗱，對手咧就唔算強，不過咧因為佢14檔末段咧要留後㗎啦。末段衝過22秒83，全場第1快嘅末段時間1分47秒25，亦都係快過標準時間，因為呢場馬咧段都快㗎，精算特殊咧係放一個咧超快嘅步速啦而贏馬嘅。咁第2嗰隻咧風起雲湧之後再出都有上名紀錄嘅，同益線跑第4啊，咁佢跑贏默送，跑贏包裝旋風，跑贏爆出美麗，跑贏和道威啊，跑贏雙贏嘅。計晒呢集嘅對手喺呢度一定夠班，兼夾可以贏馬㗎。同益線已經收藏於民，唔好忘記當時係14檔，孭住133磅啊，而家係12檔，孭住130磅。
憑佢跑贏默送同埋包裝旋風喺呢度已經夠齊㗎啦。佢輸3又4分1馬位已經係好叻㗎啦。末段仲有22秒83咧，係好好嘅末段時間嚟㗎。我哋睇下點跑啊！佢賺咗個快步速嘅，不過賺咗快步速仍然有爆炸力咧，係難能可貴啊！咁啊，佢有一段唔錯嘅末段咧，個鬥心都幾好㗎。4號嘅同益線14檔嘅，睇睇點跑啦。23準14檔。一出閘咧唔慢嘅，紫色衫嘅，不過咧因為14檔啦，仲要留後㗎啦，冇辦法㗎啦。前面放頭黃色衫嗰隻東方飛影嚟㗎，咁啊耷住個眼罩啦，中間咧白衫嗰隻咧就係咧風起雲湧啦。咁啊，但係外檔有啲包裝旋風啊、一支箭啊啲馬，而家咧就同益線咧留喺尾3位置啊，咁啊黃帽。紫色衫4號仔同益線啊，尾二咧就係雙贏包晒尾年年有福嚟㗎。咁前面放頭就係包裝旋風啦，內欄咧風起雲湧啊。第3位咧就一支箭，內欄咧有隻咧精算特殊嚟㗎。咁啊走二碟爆出美麗啊，咁啊仲有和道威啊嗰啲馬啦。而家咧就係咧走二碟嗰隻咧同益線留住尾3位置，隔離嗰隻咧就係咧明亮天下，尾二咧就係雙贏啊，包尾咧就係年年有福嚟㗎。嗱，雙贏同隻同益線咧差唔多位咋，但係雙贏咧今季已經2 win 㗎啦。前面放頭放得好快嗰隻咧就係咧風起雲湧啊，第2段22秒13好似跑短途咁喎。第2位咧包裝旋風跟到氣咳啦，第3位精算特殊啊，舒服晒呢個位咁啊。第4位咧一支箭啊，之後咧有隻和道威咁啊默送啊，爆出美麗啊，幸運同行啊，妙算奇勝啊，尾5位置咧百勝金龍啊，跟住咧兜出去衝咗隻咧就係明亮天下，尾二咧就係同益線包晒尾紅色眼罩咧就係有福系嘅馬啦。而呢度咧同益線咧守住個中間位置啊，黃帽紫衫嗰隻守住喺咧嗰隻妙算奇勝後邊啊，而呢度咧移入去中間位置不利地啊，咁啊同隻雙贏咧一齊衝㗎。呢度雙贏咧有少少塞車，呢隻同益線咧左穿右插，先過咗呢隻爆出美麗，再過和道威埋滿咧嗰兩腳咧過埋包裝旋風同埋咧默送跑第4㗎。前面單打獨鬥賽績優秀咧就係風起雲湧鬥精算特殊啊。咁第3位一支箭啊，第4衝到上嚟咧就係咧同益線啊，快步速之下咧趕上嚟啦。咁孭住133磅仍然可以跑第4，相當之唔錯㗎啦。今場咧金城江呢個發揮咧不過不失啦，早段落後咗嘅，但係入到直路咧都幾硬淨㗎。左穿右插咧，走勢兇悍兼夾亮麗嘅，跑贏隻默送再出即刻保中喺谷草1800米，證明咧呢匹同益線一定有能力㗎啦。咁今次咧會加個面箍俾佢嘅。嗱，上場咧佢都衝得唔錯㗎，跑第5，又係金城江跑啊，又係執住13檔嘅。當其時咧就輸翻俾隻雙贏啦，雙贏攝得靚兼夾咧杜遠欣打起咗隻馬。咁同益線咧守住個13檔一樣不利檔位，末段時間24秒08啊，全場第4快嘅末段時間2分02秒94啊，同標準時間咧爭少少啦，係唔係咁叻㗎啦？不過呢場馬咧，快步速末段咧就慢嘅，鬥爬嘅，咁佢贏到啲風起雲湧啊，年年有福啊，唔錯㗎啦。反先翻嘅風起雲湧啊，已經係相當之好㗎啦。咁輸俾嗰啲咧，全部都比較輕磅啲嘅馬啦。咁同益線孭住132磅，13檔係重磅啲，走住個3碟有遮擋勁跑嘅，係蝕咗位嘅。蝕埋個步速形勢嘅。佢跑第5，輸2個嚟馬位，我覺得 OK 㗎啦，狀態已經開始冒升緊㗎啦。我哋睇下佢點跑啊！13檔嘅13檔同益線，紫色衫嘅，一出閘3號仔唔慢喎嚇，啲落腳咧都 OK 快嘅，喺中間位置啦。前面方頭進城區啊，3碟嗰隻咧小飛俠嚟㗎，賣爛咧風起雲湧啊，走2碟一龍船快啊，裏面有啲怪獸叉燒啊、一支箭啊嚇、包裝旋風啊嗰啲馬啦，跟住後橛咧就隻百勝金龍貼欄啦，2碟咧就百進笑聲啦，再喺3碟嗰隻咧就智多多寶啦，尾4位置明亮天下，尾3咧就係呢隻咧同益線沿途走3碟喎，尾2係雙贏啊，包晒尾嗰隻咧。就係咧年年有福嚟㗎，頭馬到尾馬大概10個馬位到啦，頭段唔算太快嘅，進城區咧慢放啦，第2位小飛俠啦，內欄咧就風起雲湧啦，2碟嗰隻咧包裝旋風嚟嘅，中間第5位龍船快之後咧怪獸叉燒啦。
智多多寶啦、一支箭啦、百勝金龍啦，跟住咧尾5位置咧百進笑星，尾4咧就係咧明亮天下，尾3係同益線啊，包尾2咧就係雙贏啊，包晒尾咧就係年年有福啦。咁呢度咧雙贏咧都係包尾2位置啦，咁就都係留後衝嘅。呢隻同益線啦，而家尾4位置啦，沿途走3疊㗎，都幾蝕位嘅。咁啊喺彎位度發力啦，步速咧一路係咁加快嘅咯喎。前面咧進城區帶住一隻小飛俠帶入直路㗎，咁內欄隻風起雲湧啊賺晒啦，走3疊嘅包裝旋風啊蝕唔起喎，中間有隻龍船快啊，呢度咧走出4疊嗰隻智多多寶開始蝕位喎，裏面有隻怪獸叉燒啊、百進笑星啊，咁後面仲有啲同益線啊，大外檔咧藍色眼罩就雙贏啦，呢度雙贏咧壓住隻同益線啊一齊衝啊，大外檔仲有隻年年有福啊，咁啊呢度同益線咧已經係全力衝刺㗎啦，但係咧拐住右腳啦，開始有啲內閃啊，俾隻雙贏咧壓咗埋去啊！咁啊前面咧就龍船鬥快咧鬥隻小飛俠啊，外面上嚟智多多寶，仲有隻百進笑星啊，雙贏一齊衝噶啦！咁呢度咧同益線咧孭住個重磅啊，咁啊開始俾前面賣啦，但係都逐步咧都上前㗎，跑過翻嚟咧跑第5都算唔錯噶啦，贏馬叫雙贏啊，再出再贏嘅，跟住咧跑第2嗰隻咧就係智多多寶，第3咧百進笑星，第4係龍船快，第5咧就同益線啊，跑贏隻咧小飛俠同埋啦嗰隻咧風起雲湧㗎啦，咁呢個績都唔差嘅，因為呢場馬咧係2000米嘅，明顯咧就遇上快步速咧，佢唔係好夠氣啊！呢隻同益線，所以咧落翻去1800咧會適合啲，唔係咧1800嘅步頻咧對佢嚟講咧再會舒服啲嘅，佢2次衝得近咧衝得好咧都係1800米嘅，2000咧而家稍為延長，可能咧日後再成熟啲啦，大概4歲中到啦，咁啊會2000米再好多少㗎，而家咧個氣量止於1800米度啦。咁啊氣量就 OK 嘅，夠嘅都可以嘅。咁啊今次換上麥文堅啊，咁啊呢隻騎師咧都硬淨嘅，跑咧中長途係合適嘅。咁加個面箍咧，希望唔好早段落嘅咁慢啦，跟翻前少少啦。咁啊血統上面啦，都係咧中長途馬啦。咁啊操練上面咧，足咧唞咗57日先再出賽啊！咁啊粗足而臨嘅，距離上場賽後第2日已經游翻水啦，之後運上從化，有2個禮拜嘅操練，2個禮拜咧跳咗咧一課嘅拍跳功夫，有1課加油閘，咁個閘咧就普普通通啦，喺個草地閘跟翻嚟，咁閘雙反應咧就慢啲。再之後咧就喺香港咧試課泥地閘，呢匹馬泥地不嬲試閘都係唔肯走嘅，所以咧轉彎直路咧已經打到推期咧都唔肯喐嘅，可以抹咗佢㗎。呢匹馬喺泥地上面咧個成績都好差下㗎。過往咧喺外地嘅膠沙地咧，亦都唔上名嘅，反映到嗰個性能咧就唔好。草地就冇問題啦。之後咧試完課集咧，連續2課係拍跳功夫嚟㗎，咁都幾辣嘅功夫。1月9號咧進行最後快試，頭段30個正步段26秒3啊，咁都重翻21磅，有游水有踱步有拍跳功夫，都仲可以重21磅，證明咧隻馬吹谷咗啦，大隻咗啦，而且咧個力度咧增強咗啦，用個硬淨啲嘅。愛爾蘭好手啦，麥文堅啦，再好疏少12檔，確保兜出去衝，有快步速就啱佢嘅發揮㗎啦。呢匹咧半冷門馬匹嚟嘅，我相信咧有10至15倍俾大家搏。呢隻4號嘅同益線，我首選嘅馬膽之選啦。咁單 Q 咧就搏一搏10號嘅風火行雲啦，呢匹馬咧4平8正嘅，咁啊今次判上幾人安，上場咧用金城江咧又係搏殺失手啊！呢啲咧法國英國嘅練馬師騎師練馬師咧，佢哋對啲中長途賽事咧好有心得㗎。咁我哋咧短途咧買澳紐啦，中長途咧就買英愛啦，咁會好啲嘅。咁風火行雲咧。今季都有賽績啦，上場跑第2嘅，僅冇咗條頸啊！咁落重飛81蚊，搏殺失手。不過咧就係華人 Q 啦，搭隻耀昌盛世、葉楚航搭姚本輝呢個咧都係咧經常開嘅組合嚟嘅喎。上場咧遇上一個偏馬步速頭4段咧慢咗1.67秒啊，翻嚟咧扯翻快0.44秒，所以風火行雲咧追剩咧大條嗰條頸咧已經係唔錯㗎啦，末段時間22秒59啊，咁再一次咧衝一段全場最快嘅末段時間，咁證明咧呢匹馬咧嗰個爆炸力咧相當好嘅。咁今次啦換再硬淨啲嘅幾人安啦，會再好少少㗎。咁
呢個路程咧跑咗6次，冠亞季各一，係路程好手嚟嘅，4檔都合適。姚本輝同紀仁安今季合作1隻全神貫注咧就贏馬㗎啦，總共就合作2隻嘅啫，都係馬房主力殺手。今季紀仁安咧呢個法國冠軍嚟到香港咧，直情係提款機咁啊，係咁贏馬㗎，咁啊相當之好嘅鬥志啦，騎功亦都相當好嘅。嗱，傷患記錄咧已經完全搞掂晒啦，左後腿咧嗰個球節啊同埋不良於行咧已經冇晒事㗎啦。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咧10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咧隔翻2日就復課㗎啦。之後咧有一課快跳功夫，1月8號做埋㗎啦。頭段33個2，末段29秒3啊，咁。呢匹馬呢個磅咧上翻11磅，越嚟越大隻啦，亦都係好好嘅，健康一切正常啦，係他程實力馬嚟嘅。不過咧佢係1800米再好過2000㗎，咁啊亦都贏過啦，夠晒放心，4檔都好合適嘅，好易跑嘅啫呢匹馬，有步速啊，守住2碟兜出去衝，個機會好大嘅。我單 Q 搏一搏，同益善搭隻咧風火行雲㗎。咁一拖3嘅 Q 腳拖翻1號大千紅心上場遊浮嘅，咁沿途走3碟有遮擋嚇，咁留喺後邊走3碟兼夾蝕咗一步速形勢之下咧，末段咧望空翻嚟跑第5，輸2又1/4馬位，末段時間23秒06嘅，全場第2快嘅末段時間，買到55蚊嚇，咁落飛搏殺失手嘅，嗰場咧應該係強組鏈嚟㗎，14美麗啊天蓬貓都係唔錯質素嘅馬啦，咁佢跑贏就風火行雲嘅，咁呢度咧佢今次咧又要排13檔，兼夾要孭到135磅咧，亦都係重磅㗎。不過佢勝在咧4歲仔仲有好多進步空間。咁呢個路程未跑過嘅，我相信真情1800都冇問題，因為佢咧同隻風神鬥到一兵一卒㗎。咁佢嘅質素咧同風神應該差唔多，再真情咧只要再啱追啲嘅啫。咁布文同方嘉柏今季咧有50% 上名率，4冠5係主力殺手嚟嘅。血統方面啦，亦都咧武係嗰邊咧可以上到1600、1800都冇問題㗎，係有長力嘅。咁係個磅咧窄到係少少啦，咁距離上場賽後隔翻22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隔翻1日就復課嘅，大概3個禮拜跳咗3課，有拍跳功夫，1月8號做埋最後快試，頭段29秒1，末段25秒2㗎，佢仍然擺布文咧負重磅咧都唔怕嘅，即係必搏。如果咧佢可以減磅咧，用黃志雲咧再舒服啲，不過咧就唔夠硬淨啊！呢匹馬咧而家4歲仔咁進步得好緊要嘅，好鋭嘅，咁應該會用埋佢噶啦，會撳掣噶啦。咁上次都帶到噶啦，今次都應該會帶到尤加利嘅，臨場都可能落飛嘅。呢啲咧係實力馬之一嚟嘅。1拖3嘅 Q 腳要拖住1號嘅大千紅心啦。另一匹配腳就係2號嘅勁進良區上場偷襲得手啊！買到31倍落。隔晚已經有啲飛數㗎啦，咁奧爾文爆冷成功㗎，咁贏隻中國心同金區永騰嗱，水準就一般般啦，時間咧還可以嘅，1分49秒88，慢步速騰鬥爆，末段扯翻快0.3秒㗎，佢末段時間23秒24，全場第2快嘅末段時間嚟㗎。爆得唔錯嘅，咁佢贏個短頭啱啱偷襲得手嗱，論嗰個賽事水準咧，只係4班中堅分子，唔算太叻，咁但係咧佢一匹馬咧可以進步，4歲仔今次咧就去到135磅啦，係比較重磅啲嘅，要考驗下。但係執翻個2檔2檔對佢幫佢好多嘅，上場守住個內欄不利地啦，喺裏邊衝，仍然可以衝贏，可想而知嘅能力一定唔簡單㗎啦。咁奧爾文同賀賢今季合作咧2冠3亞4季成績都唔錯嘅，而家狀態咧冒升緊㗎，仲係推緊嘅，未係全熟㗎。咁距離上場賽後咧，隔翻25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第2日已經游翻水㗎啦。之後運上從化操練，有登山跑道練氣喎，有2次嘅課期啦，亦都咧有1月3號嘅嗰個拍隻長風小子一樣，又係登山㗎跑山道日子啊！1月7號咧喺最後快試啦，頭段26秒1，末段25秒9㗎，落到嚟香港咧就冇跳過啊！呢度有少少擔心，不過咧佢係側身當打馬啦，呢啲健康情況咧就唔需要理會嘅。而家就好鋭㗎，咁希望咧唔好飽食軟日啦，咁上場都幾飽嘅，咁個2檔咧希望再幫下佢手啦。呢場馬都有少少賠率嘅，1拖3嘅 Q 腳拖翻2號勁進良區，咁1拖5嘅3、4重彩配腳拖翻5號嘅中國心。
呢匹馬上場啦，擺潘頓啊，買到31蚊落重飛搏殺失手啊，輸俾勁進良區，不過都成多條 Q 噶啦，呢條澳洲 Q 都飽豬豬噶啦。4歲仔仲有進步空間，不過今次咧唔好彩抽咗14檔嚇，1800米就冇問題嘅，係啱跑嘅，佢有長力嘅。喺1800米亦都跑過亞軍，即係咧可以入到 Q 㗎。潘頓同希斯金嘅合作8冠2亞兩季成績超過咧30%嘅上名率，還可以接受嘅。不過14檔咧真係死檔嚟嘅，咁啊血統上面1800米冇問題啦，冇係可以贏到上2000嘅。奧瓦利子治咧就呢啲咧好襟砌嘅，襟牛襟砌。今次咧除個眼罩好地地除配備啊，不過咧佢冇以往咧冇配備都係得嘅，呢樣嘢唔需要擔心。咁今次咧個檔位啦喺1800米嚟講咧個14檔咧真係差到無倫啊！近3季得1個 pace 嘅啫，10次得1次 pace，所以得10% pace。咁Win 咧就唔直播噶啦 ，Q 膽咧甚至乎 Q 腳咧都唔預佢啦，未入過 Q 啊。不過側身進步，我尊重佢上場咧都跑得幾靚，雙同勁進良區咧賣甩嘅，我有勁進良區一定要拖翻隻中國心噶啦，而且潘頓有心機跑嘅時候咧可以跑高一班嘅，距離上場賽後咧夾翻25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夾翻1日就復課㗎，大概3個禮拜跳咗5課嘅。潘頓親試3課，誠意十足啊！1月9號最後快事，頭段25秒9啊！咁呢啲慢功夫嚟嘅，咁中國心咧仲有進步空間啊！咁1001磅嘅馬仔都應該都襟牛襟砌嘅。今次咧馬房打埋個黃牌啊，好恨想贏㗎啦！咁而且狀態理想之下咧，操練咧配合到，咁希望14檔啦，憑住潘頓嘅走位啦，有得咧可以闖入前列啦。咁呢匹馬咧只係配備之選啦。保住咧啲3、4重彩配腳啦。另一匹配腳就係6號嘅包裝旋風，雖然今次換咗人換上班德禮，都係英愛騎師嚟嘅，7歲仔冇進步空間，不過而家係評分新低又再一次抽到內檔，佢會賺形勢嘅，上場都跑啱晒啦，連 Q 都冇，係失望嘅。咁勝在咧呢個路程係贏過馬啦，跑咗12次，亦都贏過嘅。班德禮同伍鵬志今季有交收㗎，3亞兩季成績係唔錯嘅，都有咧2成半咧，佢上名率都還可以嘅。咁而家狀態咧接近咧推到翻去咧9、9、10㗎啦。咁上場咧跑得好啦，咁今季咧連續有2、3場咧都入位置嘅，有唔錯嘅紀錄嘅。咁呢度咧佢慳埋咧都可以偷襲嘅，C+3個1檔咧都係良好嘅。睇翻啲檔位形勢啊，一檔係有2次嘅冠軍，另外咧有6次嘅上名紀錄㗎，有4成嘅上名，咁數據咧都幾強勁嘅。咁6號嘅包裝旋風啦，近期嘅狀態係保持到㗎，距離上場賽後計翻10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計翻1日就復課，大概1個禮拜跳咗1課1月9號咧班德禮親試嘅，頭段30個4，末段26秒正啊。咁今次咧班德禮咧可以再騎高少少嘅，因為咧文堅咧可能唔熟架步啦，咁就用翻個咧長期駐場嘅班德禮咧會再好少少嘅。呢筆係咧他程實力馬嚟嘅，咁我都睇高啲，所以咧1拖5嘅3、4重彩配腳咧拖住先。至於我唔要嘅馬匹逐隻分析啦，3號嘅金區永騰上場跑啱晒啦，用金城江沿途慳晒2碟。慢步速翻嚟鬥爆，竟然 Q 都冇，失望㗎！佢末段時間23秒78啦，好普通嘅末段時間啦，全場第8塊㗎，佢都賺晒所有嘢㗎啦，賺無可盡㗎啦。咁比前面嘅馬匹咧有半個馬位到啦嘅拋甩咧係唔應該㗎。今次排住個6檔嗱，巴西馬咧個普遍嘅水準都係差嘅。金城江同呂健威今季合作咧7隻得1個批，就係金區永騰跑個批嘅啫，上季8隻全部輸晒，唔係馬房主力殺手。咁兼且咧，佢上名咧係咧1里甚至乎1800米嘅賽事啦，沙田就未好過嘅，佢都係因為急關窄場會好啲，對手弱啲，距離上場賽後咧夾翻25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夾翻2日就復課㗎。之後咧話上從化操練操翻2個禮拜，有3課嘅操練。1月9號金城江親試嘅慢功夫，頭段29秒半，末段26秒4啊！呢匹馬相當大隻，1200磅嘅馬仔咧，跑到中長途咧
比較蝕底啊，冇乜爆炸力咧，比較均速啲。我咧暫時唔睇好啦。嗰個評分咧有啲盡啊，佢搏過嚟啊，但係入唔到 Q 咧係失望噶，要等下先啊，要等啲機會啊。而且咧金城江唔係馬房殺手，我相信咧呢鋪唔係波嚟噶。7號彭越今季表現失望啊，咁只係有2次批啦，咁僅有啲咧冇威脅嘅第3馬嚟嘅，咁16米都搏過嚟㗎啦。咁最近2場咧夾埋輸11個馬位，連前速都冇埋嘅。上場送檢㗎，賽後檢驗並冇明顯異常之處。雖然上場咧沿途走外碟，但係咧表現咧真係好脫節㗎。咁節敗退嘅末段咧就缺乏力量㗎，跑第13輸7個幾馬位嘅。咁呢匹馬咧贏馬嘅時候咧係1180磅啊，而家咧就1220磅，足重咗40磅，係肥仔咗啊！咁1800米咧亦都未跑過嘅。何澤堯同文家良啱贏一隻良區好友，有3個冠軍3次季軍嘅，還可以接受啦。未跑過咁長，血統上面咧都冇乜長力㗎，冇係去到1600嘅啫喎，1800米要考驗㗎嗱。當適中啦，操練上面咧冇乜改變，距離上場賽後計翻42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咧第2影游翻水，冇上從化喎，一路喺香港操練喎，有拍跳功夫，但係功夫就咧都算辣嘅，所以咧但係冇大細集啊，亦都冇咧嗰啲咧細集㗎，嗰啲草地快試啦，咁呢個咧有少少擔心喎功夫唔夠辣啊！1月8號咧，何澤堯親試嘅頭段29秒8，末段咧26秒2啊！呢匹馬歷來咧都係梁家俊嘅私家區嚟㗎，咁而家落底何澤堯手上咧，我相信咧未係波住啊！等梁家再孭翻上去咧，我哋先再留意啦。8號嘅百勝金龍啊，呢匹咧就周俊樂嘅私家車，試咗2次㗎啦，2次夾埋咧就輸19個馬位㗎。4歲嘅香港拍賣會馬匹，今次咧會輕翻23磅啊！咁呢啲馬咧暫時未得嘅，完全咧未有作戰嘅狀態嘅。咁喺上場咧都大敗，跑嚟13輸13個馬位嘅。梁家俊同毛偉傑今季合作 O.K. 嘅，5冠2亞1季嘅成績。血統上面咧嚟自咧美國係血統啦，可以跑到上1600至2400嘅。同父系馬咧啲叫做黃牌嗰啲咧，而且咧嗰個爸爸咧比較年老㗎啦，已經去到咧24歲啊25歲㗎咯喎。咁唔係咁有potential， 唔係咁有潛質㗎啦已經。年紀大嘅父系咧遺留落嚟嗰啲質素咧都比較參差啲。而且呢匹馬咧比較持熟㗎，之前有啲傷患記錄嘅，左後腿係不良於行嘅，操練上面咧冇乜變化啦。距離上場賽後咧計翻57日㗎，接近2個月。距離上場賽後計翻3日就復課，之後運上從化操練啊。咁期間咧有一課嘅草地試習，梁家俊同佢試嘅冇嘢睇，走勢相當幼嫩嚇。之後咧一路喺從化密操啦，賣門咧嚟到香港。梁家俊試咗一課，1月8號咧拍跳拍隻嘉應感恩，頭段29秒5，末段25秒4嘅，都係慢功夫啦。今次咧明顯就減咗磅㗎啦，咁睇下咧會唔會有多少變化啦？但係呢啲持熟馬咧要等㗎，冇咁心急啊。等佢咧有接近表現先，我哋先留意啦。暫時未肯識追馬住。9號耀昌盛世上場咧爆冷得手，偷襲成功㗎啦，對得太空火柱啦，由37分反彈到上嚟48分已經咧飽食軟日㗎啦。呢個路程跑咗4次都唔上名嘅。巴道同葉彩航今季 O.K. 喎，係冷殺手，一隻咧就舉步新風，一隻咧就耀昌盛世㗎，2個冠軍輸咗4隻嘅。咁巴道跑中長途又再好啲啦，但係咧呢匹馬已經6歲仔，冇進步空間，而家係熬底質嘅啫。中長途嘅馬嚟匹嚟嘅，武系嗰邊咧可以贏到搶1800啊，所以咧1800係適合嘅，係均速馬嚟嘅。今場都會放喺前面走，不過今次會有馬燒佢㗎啦，而且9檔咧唔算太理想，上次6檔會好跑啲嘅。操練上面距離上場賽後隔翻1日就復課㗎啦。期間1個禮拜咧只係有游水、踱步同飛機場嘅啫，冇咗咧快跳㗎。呢度咧有少少擔心成個禮拜都唔跳一課咧我覺得咧就已經散功㗎啦。呢匹馬咧係要偷襲嘅，而且咧冇打搭㗎，大家都要小心啲，我就唔睇好啦。呢隻9號盛世已經咧人哋收咗錢㗎啦。
11號歡樂老窩上場送檢馬。咁今日跑咗兩次都唔上名嘅，咁上場更加咧跑第11，輸5個幾馬位。咁嚟自去咗貴福特咧馬房咧比較普通啲，6歲仔噶啦，冇進步空間。上場賽後送檢，驗唔到任何嘢嘅。咁呢個路程咧跑咗1800米，跑咗1次就唔上名，亦都咧喺田泰安同埋貴福特今季合作5冠6亞，兩季成績係可以嘅。咁佢贏嘅時候贏泥地嘅喎，草地咧就咧唔出色㗎，從未上名嘅喎嚇，跑到好多劑㗎啦。咁狀態咧好普通啦。咁佢贏馬嘅時候咧係1023磅㗎，而家1053磅，足肥咗30磅啊！要收身啊！呢啲馬跑瘦就不跑肥啊，鋼條身形嚟㗎。咁距離上場賽後計翻25日再出賽，大概3個半禮拜，只係跳咗3課，冇咗游水㗎。咁埋門1月7號咧，富利馬斯親試嘅頭段27秒8，末段23秒7㗎。功夫係有做嘅，但係咧嫌佢咧就唔夠辣啊！咁呢啲馬暫時觀望態度咧，10檔亦都唔係太理想，可能咧想減分落班爭4分嘅啫嚇。呢筆咧稍後先跟進啦。12號富起來，咁呢匹馬咧不斷咁減分啦，由59分減到嚟44分，6歲嘅日本自購新馬嚟嘅。咁呢個路程咧跑咗5次，贏過1次冠軍。咁當其時咧就喺咧39分贏馬嘅。咁今次用阿潘明輝啊，佢贏5班上嚟㗎。咁潘明輝同沈集成今季合作2亞，1季成績啱啱搏失咗隻好節拍啊！咁血統上面咧長力一定夠嘅。今季咧上陣咗3次都唔上名，近3次輸咗17個馬位，冇前速亦都冇後勁嘅，暫時狀態唔理想啊！咁佢贏馬嘅時候咧係贏馬時候大概係1100磅左右嘅，而家咧減翻12磅係會好少少嘅。上場用幾人安喺裏面慳晒位，翻嚟咧都唔肯衝㗎。咁亦都咧喺350米處咧就緊逼競跑，冇乜走勢㗎。咁狀態唔理想。3檔只係適中嘅啫，過往喺田草係贏過馬嘅。距離上場賽後計翻19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計翻咧大概2個半禮拜，跳咗3課，功夫都係有嘅。1月8號拍跳添，同隻咧喜蓮勇敢拍跳，頭段27秒6，末段24秒7，呢匹馬好少少㗎啦。咁而家咧爭4分又落班㗎喎，可能咧睇住落班嘅目標進發啦。13號多利神區跑晒㗎啦，上場冇咗條 Q， 認真失望啊！7歲嘅巴西自購馬嚟㗎啦，冇進步空間。今次呢個磅大幅跌磅，輕咗20磅，係唔理想嘅。佢過往呢要重少少先好少少㗎，咁而家係明顯係輕咗㗎，而且呢喺呢個路程係未跑過㗎，後生都未跑過㗎，咁有少少疑問。喺谷草1800米尋跑過1次第3啦，普通不過不失。咁咧佢就輸俾亞細奇巴，只係贏掌聲嘅啫。咁霍雲星同蘇偉賢今季合作咧，4隻得1隻批嘅啫，唔算太理想。7檔都係普通。而家呢匹馬實力已經見盡，評分係新低點。不過咧最強嘅路程係1200米。並非咧1800米嗱，佢而家雖然韌力咧係養好咗少少，不過咧佢哋爆炸力咧個力咧係非常之短嘅。佢哋上場賽後咧計翻19日再出賽，佢哋上場賽後計翻1日就復課㗎啦。大概3個禮拜到啦，就係2個半禮拜咧就跳咗3課嘅。埋門1月8號咧，最後快時頭段25秒半，末段26秒8啊，拍隻科創世紀，啲時間唔算快，不過磅跌得好多啊，大家都要小心啲啊。咁1月9號直情咧冇出嚟添啊，呢啲馬咧可能操得太勁啊，個磅跌得勁啊，呢匹馬而且老去㗎啦，唔要啦。14號駕勢奇巴上場送檢馬，今季都搏咗㗎啦，跑咗1次第2，僅輸條頸，輸俾麥數，只係贏隻多利神區，再出多利神區只係屁屎馬。咁呢匹馬8歲仔冇進步空間㗎啦，而家42分，落班咧會再好少少嘅。1800米跑咗5次，1次亞軍，2次第3嘅，
有狀態嘅時候咧就跑得好啲㗎。咁啊，助艾少禮咧拍住告東尼今季合作咧14隻，一個亞軍3次第三啦，普普通通。咁呢匹馬已經對得太空頗住啦，搏到盡一盡㗎啦。咁今次咧就去到1170磅，明顯咧越嚟越肥啊。咁啊〜最近咧亦都咧跑咗噶啦，上場咧就直情前速都冇埋嘅，咁就唔係太理想。直情咧賽後送檢㗎，1600米以往咧喺谷草1650咧都上過名嘅，都唔係太差，但係咧上場就唔肯衝㗎。咁末段咧時間咧只係23秒93，全場第三快，上場係大熱倒做㗎。呢啲咧8歲嘅老馬竟然賣到大熱門，認真可怕啊！咁啊，今次咧距離上場賽後隔翻19日再出賽，距離上場賽後咧第二日已經游翻水，大概咧2個半禮拜跳咗3課，冇拍跳功夫，冇大細集㗎啦。1月8號進行最後快試，頭段31個正末段26秒7㗎。咁冇進步空間，賽後送檢馬我睇啲啦。咁唔要啦，等佢落班啦，爭2分就落班㗎啦。綜合第6場4班草地1800米嘅賽事，我首選嘅馬膽係4號同益線。單 Q 搏一搏，10號烽火行雲，一拖3嘅 Q 腳拖翻1號嘅大千紅心同2號嘅勁進良區，3、4重彩腳拖翻5號嘅中國心同埋6號嘅包裝旋風啊！咁注意翻7號嘅彭越、11號嘅歡樂老窩同埋14號嘅駕勢奇葩，賽後送檢馬唔要啦。多謝大家收聽，希望幫到大家贏錢。最後希望大家 subscribe 我重錘灣賽馬攻略頻道，俾我條片留言支持下我。另外咧 share 條片俾朋友仔睇，係建設性嘅留言，我係你哋咧推動我最大嘅動力嚟㗎。衷心感謝大家嘅支持，下期再會，拜拜。